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安早，欢迎收看3月24日的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然，早晨呢9点半呢，客家电视台制作的客家新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动大家呢来对一个报纸的头版头条来关心，一个武汉肺炎疫情，伫国内外嘅武汉肺炎疫情有乜嘅新型的发展？喺近边一开始呢，研究先对一个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当个呢来看起事哦。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呢，近边近些年来关心呢，就系讲一个国内的一个确诊个案哦，伫筹备嘅时间呢，又有增加26例嘅。喺其中呢，前特别呢，就系讲伫筹备嘅时间有一个确诊个案，佢係一个將40歲嘅細下個嘅。另外呢，佢籌備增加啲26例當中呢，將1例係本土感染個案，佢係中年人一個好早嘅家朋友。據說呢，一下嘅中年人呢，群起感染事件呢，又增加到係53人。第二篇呢，同大家呢來講下呢中年人呢群起感染事件哦。佢啲中年人呢，其實佢係第3月初嘅時節，有一個好早，其實去到美國嘅片快飛，而去到美國嘅片過後呢，佢已經有測試到武漢肺炎嘅，唔過佢其實係唔啲，都轉到台灣過後呢，佢下來有測本呢其他差唔多有3名同事，然後呢其中有一個同事喺籌備時間呢，又有留一個疫情呢測本嘅朋友，故咗呢一下嘅中年人呢群起感染事件已經總共來到53人，佢下來呢一個群起感染事件會繼續來控大網嘅指揮中心還係繼續喺追查當中，下來呢就來看到一個40個嘅佢倒帶還暗示倒帶係對內測試到嘅。所以講呢，其實啲差唔多有一個30人嘅5星，佢哋前一步嘅帶定加到規劃抗疫去到荷蘭去出差哦。從亞本用韓國有從加來也沒有停定，從下去一個40個就會停定加爸去到荷蘭出差。嗰種呢結果前面加到就都唔到好，啲荷蘭嘅片規劃抗疫都測試到一個武漢肺炎嘅。韓國呢加到呢前面轉到台灣國。過後呢，都出現一道發燒啊，韓國有種後連貫通也都情形咯。前面呢，加到係啲機場攔檢嘅時節，就下後就本人發現確定車尾到嘅，也係籌備公布卡 TP 嘅也係境外細路來嘅案。啲關係咩咧？籌備台灣嘅確診個案過後，嗱看下啲卡文獻嘅方面咯。啲自由時報嘅頭版頭條當個有一種動貼嘅相片，也係乜嘅相片咯。嗱看起來呢，就係衛福部長陳時中佢調定一個看起來同定下一個雞卵糕，一啲雞卵糕同其上都有到相衝哦，就像係假年相用嘅。所以講呢，其實講台灣啲公園期間啊，就已經標出有境外細路來嘅武漢肺炎嘅確診個案呢。對公園意思啊，一個陳時中衛福部長陳時中佢當年就啲器官輸嘅片來開嘅記者會，大家呢都知道講佢同認證啊，咩同辛苦哦。嗰種呢啲籌備嘅時間呢，就有一個經過管理快控先後嘅呢一類傳遞一個處理嘅風險，有啲現象嘅韓國有學生嘅用嘅3年嘅時間呢來做出一個當個呢有一個衛福部長陳時中形象嘅雞卵糕來搭車嘅辛苦，前面呢一個指揮中心未來一個雞卵糕同所有記者同大家來分享咯，就係講其實沒有搭車，一個指揮中心韓國有所有嘅一個檢疫人員啊，所有好在韓國去跟隨管理，大家呢都同認真同辛苦哦，也係啲確診個案。另外呢，看到卡文獻嘅方面咯，韓國呢對一個公元以前呢，全世界開始標出，包含中國啦、台灣開始標出武漢肺炎過後，也呢全世界嘅經濟都受到動態影響嘅。為咗防止呢一個疫情對經濟嘅影響，故時呢經濟部門開始來討論，運用呢對亞洲企業呢提出相關嘅補助措施。故時呢自由時報佢當個呢就有講到嘅，為到呢同一條企業來聽數困，故時呢接下來啲水料啊。填料也方面呢，都會有相關的優惠。也呢，就報道杜峰的報道呢，就係講嘅行政總署正從清江呢啲緊逼嘅時間呢，就會來確定相關的水料同填料嘅減免方案。嘅點樣來減免哦？嘅當局呢就下講水料、填料有可能會減免5%，沒有可能會減免4%。今年呢係對亞量嘅方案當中呢，來先一類同企業來聽數困。而啲減免嘅期間呢，會對今年
的长年的历史到年代，就讲几年呢，对企业呢都会有相关的减免做法。不过，有的减免措施其实係有相關的限制哦。條例呢就講，加單一的用戶係有金額有上限的。意思呢就講，有啲嘅企業加規模可能係較大，嗰種呢其係算係用電啊、用水一啲相關的貸付，嘅政府冇可能留廿所有嘅天料、水料都留佢減免嘅，嗰種呢嘅100佢減免嘅一個金額係有相關的上限嘅。韓國呢另外其他像係企業嘅相關費用，呢做得蠻久4整年，佢要將呢條費用咯，像係一條管理費啊，韓國要將公業企業公共設施嘅維護費一條，做得呢要1年減半，韓國要將污水處理費一條他們來叫嘅相關做法。咁有呢條企業向水到呢，大家一下呢都見你討論呢，除了大企業以外，仲一條細條家政府呢，咩來聽數家條，正家條經營是採做動辛苦，而呢政府都可能呢係對一啲方面來做，就係講所有嘅產業類別都抵用哦，包含呢從係路邊呢一啲攤商啊，韓國要從手工業者、民商業者一條，另外呢一條遊戲一條做商業登記法遊戲登記一條小規模產業做錢都用得咯。也係呢企政府也係保嘅為對相關的企業來做紓困的部分。三來呢，政府來關心一啲以前的相關的做法喎。最講籌備呢，指揮官陳時中佢就講到嘅，籌備呢增加26例確診個案，唔過用25例係對境外細路來嘅。嗰種呢也看起來呢，就以前當地國外就係講邊境亞條所在呢，其實就係亞下呢一個指揮中心當中有一個做法喎。唔過呢，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嘅。佢發現呢，也係報嘅，有當然呢，認真講，佢講以前就是在動力開嗰種動腳，就想要轉到台灣鴉片來。唔過呢，佢發現呢，啲籌備確診呢，一個25例境外細路來嘅個案當中呢，有12例係啲機場檢疫時節本大家查到嘅，另外呢有11例，動體片呢有11例係啲境外時節就有相關嘅徵條嘅，另外呢有一例係啲轉來台灣嘅經驗就有相關嘅徵條，佢就有發表嘅，意思講佢就啲國外就已經採取到嘅。唔過呢，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發現呢，其中呢有2-3人就條講加條成功無碼嘅其他徵條，就會唔同檢疫人員講佢係身體無碼爽快咧，其實呢也未增加國內嘅防疫嘅難度哦。嗰種呢也係指揮官佢就有特別同大家來呼籲哦，就係講假使你真佢啲國外身體有乜嘅唔爽快徵條時節，唔是有嘅都唔怕。唔過假使呢你啲入境嘅時節冇主動同大家來檢疫官來老實講，就會受到相關嘅處分哦。認真講。一下呢，全世界疫情動力開，假使呢留疫情帶入台灣來，其實呢對唔止家，對所有嘅國人都係冇好處嘅。佢相關嘅法則係乜嘢呢？佢指揮中心呢有特別同大家來做說明嘅。佢假使呢以冇老師同大家講有相關嘅徵條違法，係講違規冇通報，只可能違法10萬元到100萬元按度嘅罰款，請大家呢外國來注意哦。咁啊，對聯合國當局呢有看到亞總圖。兩關係看一下亞總圖係乜嘢呢？亞總圖就係大家親關心嚟講，就係講今年東京奧運就會開始來辦了。一個圖呢，當個就係一個時鐘嘅，一個時鐘嘅就開始到上一個講東京奧運，三來還有123年就係來辦嘅。佢其實今年呢，一個東京奧運呢，計劃係啲7月24今年會來辦。唔過呢，也全世界受到疫情嘅影響，可能呢，也嚟東京奧運就有機會會來進行。先前呢，日本政府呢，係喺講東京市呢。就講，日本政府聽說會留一個東京奧運繼續辦下去，絕對呢唔會取消。唔過呢都會籌備嘅時間呢，一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佢頭一擺就有講嘅，就講受到疫情嘅影響，假使呢國際奧會來決定一個比賽呢會來進行，日本政府聽說會來配合。其實呢也受到疫情嘅影響，有當多國家呢一下呢都留加條運動研究表示講嘅，從喺加拿大就已經宣布嘅，加條今年唔會派所有嘅運動員去到日本參加一個東京奧運，韓國有當多國家咩係同加條運動員表示講，希望呢我哋會繼續來訓練，留一個奧運嘅群組係可能呢會在後1年，咪就係啲2021年呢，要啲高鐵嘅時節來辦，最講一個疫情唔但相對
所有人的空间造成影响，其实呢对经济啊、运通啊各方面一个影响的程度实在是非常的大哦。三来呢，再过来关心一个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就讲错别时节，其中最非中心就有公布的一个中年人的群体感染呢，其实具有含啊抗体的，其中呢同大家讲的。就讲呢，一个对境外泄露来嘅本土感染嘅案呢，有可能係一個社區傳播嘅警告。其中嘛，用講咯，佢啲報道都方呢，就有詳細同大家講嘅，意思呢就係講。其搶來嘅一個防疫協會理事長黃英賢呢來訪問，佢講亞報嘅對境外泄露來嘅案造成一個本土感染嘅案咯。佢其實唔單止係一個確診者自家採本其他人，還有其他人採回到之過後呢，有採本呢其他人就係講第二層嘅亞條感染，因為呢也就係一個社區傳播一個警告。因為講指揮中心應該要提高相關嘅社區傳播嘅防疫做法。不過指揮官陳時中佢啲籌備時間呢，佢就有貼片來做說明咯。佢意思呢就係講，也呢一條對境外泄露來嘅一條民眾啊，啲機場呢單單呢都會來做檢疫，假使呢來做後續嘅追蹤，都會提供家條空間情形。假使呢老自家隔離，還個有機場檢疫，也兩方面攞佢做好來。喺台灣呢，社區傳播嘅強度同長度，應該呢係唔會變到更來更嚴重嘅。唔過呢就係講，現在一下呢，關於動搖台表現呢。一個研究結構就係中年人咯，也關於群體感染事件有抗體情形。古上嘅專家呢就呼籲，從係第一條年卡道嘅所在呢，都應該係實施所有人都係帶最尾相關嘅防疫措施，嘅按用同指揮中心來講嘅。其係因為講，其實呢也可能係有動到已經感染嘅人，韓國其條咩有可能係顯現大家輕社會就講無症頭嘅相關嘅感染者。因為講，一個指揮中心應該要對以下意思呢，針對社區杜控呢嘅。有可能採回到人來做進一步嘅採檢，我來防一個社區傳播技術這塊來嘅相關問題哦。好，以上呢就係一條相關嘅報紙對關於疫情帶來消息。接下來呢就係對一個蘋果日報來看國際方嘅一個相關消息咯。下一步呢嘅國際疫情呢就嚟講係更來更厲害，有幾厲害咯。就對23日一個武漢肺炎嘅增加嘅國家一個圖表蛋糕來看咯。喺蘋果日報其整理嘅圖表蛋糕呢，就嚟看到呢，其實呢也建議增加數量確診案例增加數量程度嘅就係美國一個國家嘅。美國呢佢係第3月20日時節，加國內嘅確診案例漲3003人咯，到係3月20日其實漲過2日。一下呢，美國呢國內確診嘅人數已經來到減嘅9300人，增加為3批案度。其實呢，也咪表示講，其實一下美國呢國內疫情係非常嚴重。另外呢，意大利韓國有西班牙係下一步嘅國際疫情增加到動力開嘅相關國家。嗰種呢，像係意大利啊，嗰種像係西班牙，佢啲籌備嘅時間呢就有宣布嘅國家呢，會再過來進行一個幫從一個緊急狀態15年咯。韓國呢啲邊境嘅相關管制措施呢會來加強嘅，像西班牙呢就有宣布嘅，對於緊急措施，佢哋包含嘛留海空嘅相關嘅一路入境嘅邊境嘅方面嘅措施，都會來變到海南人條會來封鎖30日，來禁止所有嘅外國人來入境，就連去假條機片轉機啊，咪係做唔得咧。韓國有一個緊急狀態，咪會幫助到下週年嘅11個人。前主要呢，最講籌備呢啲西班牙嘅一個總理啊，從設施佢啲前日有啲天使公園度方，佢對所有嘅西班牙民眾嚟講，就係講一下千人從疫情其實都蠻多，希望呢大家呢為韓啊強心到嘅。嗰種呢西班牙一下政府咪動機起來做好相關嘅防疫措施，最講也條一下政府咪3萬來做一個最尾啊，韓國有從一條頭氣啊，一條相關嘅機器，然後呢咪話來增加檢疫能量，就係來買一條試驗嘅試劑啊，韓國來生產一條試驗試劑，希望呢對國內留一個疫情留記做好來。唔過其實一下呢一個西班牙國內嘅醫療設備係非常唔大，啲下一步嘅就有一個西班牙醫護人員就表示講，有一條呢一個豐富上面
作为都会类似台有一个总批实在系都唔大。故种呢一下认真的看到，嘅苹果日报就有整理一张图，也系一个西班牙阿宾果，一个阿宾果呢同啲两一个最也没有加到认证一下，最没实在都唔大。故种呢军口抢走的起价来略抢势呢来动一个疫情呢继续车快乱。就亚咧西班牙嗰片嘅情形来看，其实呢有同到医护人员呢係差別多嘅，也係呢就古嘅確診嘅運動中來看呢，醫護人員差別多武漢肺炎嘅比例呢，差唔多係1/10按多。故種呢西班牙也一步嘅咪會進來加強也咧國內嘅防疫措施同相關做法。稍後呢整個嚟關心一下全世界武漢肺炎嘅疫情咯，也呢全世界啲確診嘅運動中呢。全世界的確診案例數已經來到34萬3人了，其中千里海一下病例數千多嘅係啲中國嘅片，千早標出疫情嘅中國，也確診案例數一下呢係81114例。沙來呢聽呢度嘅就係啲意大利鴉片嘅，意大利一下總共累計嘅病例數已經來到59133人，第三名係美國，總共有35343人。第4名、第5名分別係西班牙同德國。所以講呢，就一下呢，美國其實也以前呢係見來見厲害，故所呢，美國總統川普佢就有對一啲紐約鴉片有增加相關嘅防疫措施。當個呢，前面對一啲報紙當個就有看到，就係講一下紐約疫情是在東產咯，嘅確診人數已經超過幾萬人，韓國有死亡人數呢減嘅有130人。因為呢疫情啊，其實對防疫抗疫也方面呢，其實有變做嘅有地位從外交戰愛用氣氛咯。所以講認真講，先前中國疫情東嚴重嘅時間呢，家條呢就點點啊，開發都冇講。一下呢中國呢疫情幾來幾快呢，其實開始同全世界大家講一下呢家條發現，一個疫情有可能係幾種是由美國嘅阿賓哥對美國嘅片帶轉來中國咧。愛用講法呢，其實美國總統川普呢，佢談到過後呢，就知道講都唔通咯，因為講。明明就會壓到中國的事情，做嘛要愛來本美國，故所呢來波頭就有特別同大家講到，嘅川普啲亞報有打電話去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針對一個疫情來做討論，韓國呢家條呢啲討論過後呢，川普就有大拍講對中國係有地位失望哦。其實呢先前呢美國總統川普呢，佢就對中國嘅片呢對抗疫情係動有信心嘅，佢罕見稱讚中國嘅防疫措施係做到當好。唔過呢佢啲亞經驗呢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有打電話同個電話過後，佢就大拍講嘅。美國對中國嘅片呢係有地位失望哦，佢清楚用呢就係講，認真講，佢希望中國做地位同全世界來講，加條內部嘅情形，就唔會呢造成壓下全世界疫情安厲害情形。也呢唔單止係美國啦，包含台灣地區都有可能會增加一個殺氣傳播嘅風險。故所呢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呢，啲近比下晝嘅時間呢，就要來召開記者會嘅。啲近比呢，加條有特別搶來一個殺氣傳播嘅相關專家，我哋同大家來進一步來講一個殺氣防疫嘅相關做法。下個新鮮聞啲下晝2點嘅時間呢，會全場同大家來直播，請眾朋友繼續準時來收聽。